咱着摇花上帝唱歌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留你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今仔日咱会通过来到圣殿，你才敬拜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52首，我来调敬你，救赎我的主。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这条，请咱同心压头，三甲来祈祷。慈悲怜悯，听人人甲世界万美的真神上帝，愿众人所尊崇敬奉的白镜圣神三一上帝，愿感谢俄罗你，感谢你赏赐阮有福分，伫你救赎甲永生的大恩典，也保守阮正主内兄弟姊妹平安经过一个礼拜。各项代志有你的三甲伫地，引带、照顾、医治、安慰，事事平安顺遂，也互阮心神意念言行举止，学习所受真道的教示，放落歹代私欲，换心心思行为，真侪受恩
光明的儿女，甲有智慧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！今仔日是分别做圣的礼拜日，也是一个月一摆的圣餐主日。我能感恩尊主最大甲欢喜的心，谦卑为雷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尊重敬拜你，仰望你无限的阳光、公义、听堂。唱歌学乐来感谢主你的大恩典听堂，将你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伫你，当守圣餐礼，来纪念救主耶稣为着阮牺牲受死，建立新约，拍开救赎恩典的活路。我俩伫遮要领受你活命的话，甲真理的教示，变像礼物来回应你的听甲命令。愿深深感谢你，亲爱的主。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的创造实在极奇妙智慧，对细细的原子、电子来创造百几种的化学元素，形成宇宙万物照规律的运转。愿观看欣赏你所创造地面天顶各种美丽的景致，甲动物花草，也亲像诗人伫暗暝夜幕，仰天观看你镜头啊所做的天。甲所摆列的月甲星辰，就生出敬畏的心，唱出主啊，你何等伟大的歌！你的灵运行伫宇宙万物的中间，你的听堂公义，爱阮对罪恶的压制中离开出来，入伫光明听堂圣洁，有上帝同在的国度中。愿众人伫人生的路途中起起落落，有快乐，有伤悲，有欢喜见面，也有伤心离别，有勇敢顺利，也是破病失志艰苦行无路。愿亲像攀山过岭，搁行伫沙漠中野生的旅行者，来到你为着阮举办的所在，亲像布边，也是凉亭仔骹，也是古井边。也是青翠的树林草坡，甲水泉溪水边，伫遐阮投许伫你的保守安慰，得到休困，得到一杯凉水，也是一杯烧茶，也是一块饼，一句温暖的话语安慰，也是洗清阮的空喙，定心抹药，保护好势，互阮休困以后，定心得到快乐。到要继续阮人生的路途，主啊，奉你名设立的教会，正兄弟姊妹，因为你听从同在的所在，就亲像这个布边、凉亭仔骹、古井边，也是青翠的树林草坡，甲清净的水泉溪水边。主啊，你就是活命的水泉，信你的人有平安，对心内亲像水泉一直流出来。主啊，你也是活命的饼。因为人只有找到真活上帝你，才会通得到满足，人生的意义才会通得到完全。亲爱的主，愿恳求你赏赐阮圣灵的光，来刺察照光阮心内的罪恶思想，甲阮得罪你以及得罪别人的歹所行。互阮知，阮是有罪的人，有的拉散，太过惊人。互阮反悔，恳求你的赦免，甲别人的赦免。也赦免别人对阮的辜负，对安尼来得到清气和平，会通亲近上帝你，领受阮甲你关系好好的平安，领受阮甲得罪人关系好好的平安，领受你对阮伫地上甲永生的祝福甲平安。亲爱的主，愿恳求你也保守祝福台湾这地美丽岛屿，自由民主的国家甲社会。中国共产党无神论者专制的政府甲受以威胁控制的组织团体人民，千算万算用尽办法要来骗、要来威胁、要来攻击阮公义自由的国家社会。明年的总统选举甲立法委员的选举，关系到阮国家未来的民主自由甲和平自立。恳求主兴起点伫公义真理，为台湾主体利益设想，拒绝共产无神主义的人民
甲政治人物共同努力打拼，为将来子子孙孙的未来幸福来努力。亲爱的主，阮是软弱欠缺的人，阮的祈祷实在无够完全。阮爱同心出声，学习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来向你祈祷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。接着，咱要来启用圣经的话，启用文第23篇，就是伫圣诗后边35页的所在。启用文第23篇，也就是诗篇118篇。我伫遮来启，请咱大家三甲来念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的家讲，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就甲我开义的门，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乞塞的石，已经真侪出壳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拯救，奉耶和华的名来，应该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阿门。这条伫诗篇121首，有讲到我的目睭要徛悬来望山，我的帮站对倒位来，对倒落互我，对倒落想事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无拄民得观看，保护帮站。伊做你的阴影，保护阴带。这条，请咱来起立吟圣诗42首。我的目睭要徛悬来望山。
愿徛伫咱三甲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是上帝，咱的创造你的主宰，我是亚所伊诺，上帝就是咱的主，你对圣经交代，你才是我们的主，你不留了我们的幸福，并且是那种的礼物，给咱的理想用过啊，上帝，他对你专业。一条男声合唱团要引带咱来学罗上帝，因所要吟的诗是信靠顺谈，请咱同心来学罗。我的灵要更久。
感谢南城合唱团唱遮好的诗歌，让咱来敬拜上帝。愿咱逐人拢真做信靠顺坦，真做有福的人。愿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上帝。即条咱要来看圣经的记载，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6节，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6节，也是现代中文译本伫第5页的所在，伫台语汉语本是第4页的所在。我用中文汉语本来，中文新译本来共读。创世纪第4章第1到16节，阿当甲伊的某夏娃同房，伊怀孕生了一个囡仔。伊讲，因为上帝帮赞，我得到一个囝儿，伊就甲伊号名叫该隐。后来伊阁生着一个囝儿，就号名叫阿伯。阿伯是饲养的人，该隐是做事的人。过了一寡日子，该隐摕着一寡土产做祭物献予上主。阿伯也对伊的羊群中选出头上体上好的羊仔，做祭物献予上主。上主欢喜阿伯接受了伊的祭物，但是拒绝了该隐以及伊的祭物，因为安尼该隐非常生气。上主就警告该隐：你是安怎生气呢？是安怎变面呢？你若是做了应该做的事，自然就会显出笑容。但是因为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罪已经暗箭埋伏伫你的门口口，伊要控制你，但是你必须爱制服这个罪。后来，该隐对伊的小弟阿伯讲：“咱到田野去行行去吧。”因伫田野的时，该隐对伊的小弟下手，将伊杀死。上主问该隐讲：“你的兄弟阿伯伫倒位咧？”伊回答讲：“我毋知影，我检视看过我小弟的人嘛。”上主责问伊：“你做了甚物代志？你小弟的火对地呢出声向我哭诉。你杀伊的时，地就开喙吞了伊的火。现在你受咒诅，也袂通阁耕作这个田。就是你耕作，土地也袂生产。你要真做流浪的人，伫地上四界流浪。”该隐对上帝讲：“我无法度忍受遮尔重的刑罚。你将我赶出这个土地，互我无通阁见着你的面。我要真做无处通转去的流浪者，伫地上四界流浪。人若看拄着我，就想要杀我。”但是上主回答伊讲：“无，什物若杀了你，什物就赔7条命。因为安尼，上主伫该隐的头壳遐做了记号，警告拄着伊的人毋通杀伊。就安尼，该隐离开上主面前，来到爱甸园东边名叫流浪的所在徛起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遵守伊的教示去行的人。咱即条咱所敬听的主任牧师、蔡牧师，要为咱来开帖上帝予咱的信息，是圣经人物的系列史，该隐甲阿伯第2讲。咱请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顶礼拜牧师有分享该隐甲阿伯的第1讲。分享了后，下晡时牧师伫办公室咧准备即礼拜讲道片的时阵，有2个兄弟吼，甲我联络，讲因对咱所读的经文有问题吼。
这是我来上年3冬吼第一遍拄着吼，但是牧师非常欢喜吼，因为大家有认真咧思考经文中间诶所有诶细节，而且大家嘛真认真咧听信息，嘛晓家己思考，家己做对经文中间诶一寡问题诶思考。关于这两个问题吼，我有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法度真详细伫今仔日礼拜中间回答。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咱若根据圣经吼，上帝创造夏娃甲阿当甲夏娃了，生该隐甲阿伯吼。然后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该隐讲，若上帝人来赶走吼，若出去的人拄着人，伊拢会人会杀死吼。第一个兄弟就问我讲，到底是毋是创造4个人尔？为什么开有人要来杀死吼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有人问讲，该阮将阿伯杀死吼？阿伯现的这是上帝欢喜的，但是阿伯丧失生命吼，安尼个上帝够公平吼？这个问题我拢写伫咱的周报中间，大家当好好去思考吼。牧师提供大家的答案，无一定是无一定是绝对正确吼，大家会当搁去思考，也会当批判吼。但是透过安尼交流，咱会当搁较认真看上帝的话吼。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该阮甲阿伯的第2讲吼。咱今日要对该阮甲阿伯所献的祭来思考奉献的意义。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希望来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每一遍，阮咧读你的话时，你就对阮讲话，因为阮深知你的话是真理，会当为阮的生命带来更新改变的快乐。所以主啊，阮只是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，恳求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看该阮甲阿伯因所献的祭吼。这段经文中间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伫遮。咱看见到，该阮为什么无得到上帝的接纳？为什么阿伯被上帝称作义？拢伫因献祭这件代志顶面表现出来。献祭伫今仔的信仰生活中间，会当讲是奉献的代表。咱若通过因两个人所献的祭来学习奉献的意义。第一项吼，咱来看就是。咱看因两个人所用的祭物，其实顶礼拜牧师已经有简单甲大家说明。该运用的祭是地人的出产。那咱若看头前阿当的故事，咱就知，因为阿当犯罪因果受咒诅，所以地人的出产是对咒诅的地所出来。而且伊所献的吼，圣经中间吼，甲阿伯所献的有一寡差别吼。咱若看。圣经中间咧描述讲，阿伯是对于头体的羊上介好的，选一只来献予上帝。但是咧讲该阮的时阵吼，讲伊提出地人的出产出来献吼，无讲伊将上介好的来献吼。当然，该阮的问题毋是出伫伊所献的祭物，是出伫伊奉献的时阵的心态。伊摕一寡物件去献，伊认为讲有献就好。无愿意将迄个上介好的、真斟酌去准备来奉献给上帝，这种应付的态度吼，当然得袂到上帝的欢喜。咱来看阿伯，阿伯就无共款，伊对伊的羊群中间选出迄个头生，而且是上介好的细只羊当做祭物来献给上帝，表明讲伊咧奉献的时候有斟酌。去思考讲，到底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？我就照安尼去献，然后伊将伊家己上较珍惜、上较宝贵的献给上帝。所以伊绝对毋是应付的心态。这甲该阮完全无共款。其实吼，咱来理解，连咱人拢会当判断讲，一个人是应付还是真心的。咱中间有做老师的，咱拢知影。你若咧教你学生的。迄个作业的时候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学生到底是应付你的，还是真心用心要去学习？咱中间可能有人做顶师的吼，咱
咱就知影，其实咱咧管理的过程中间，拢知影你的下属倒一个是真正真心咧付出，啊，倒一个是咧应付你。啊，人拢会当发觉安尼，何况是上帝？所以咱头前嘛讲过，上帝看重的毋是奉献的物件，是咱奉献的心态。咱若来看新约的时阵，当耶稣伫迄个提起迄个上界大的改变，伊是甲一个经学教师咧对话中间，伊提起人上界大的改变是，爱听上帝，爱听人。然后即个经学教师吼，伊对耶稣安尼讲，伊讲先生啊，上帝只有一位，实在无毋对。除了伊以外，无搁再有别个上帝，而且爱尽心尽力尽力听伊，搁听别人亲像家己，安尼就比一切烧祭加各样的祭物好较好。所以伫遮其实然后耶稣就对即个经学教师讲，安尼你离上帝的国无远啊！而且咱讲咱奉献的心态，其实比祭物更较重要。因为上帝是看咱人的心的上帝，伊看重的是咱的心态。当咱若愿意用真的方式，尽心尽力尽力去听上帝的时阵，咱服侍伊，上帝就感染嘛。所以对遮来，咱来学习这个奉献的态度是非常重要。咱的奉献绝对毋是一种例行公事，时间到咱就缴税，毋是安尼，也毋是应付，是诚心诚意要奉献给上帝。我记得我当去教会的时阵，我保会的牧师，孙龙弟牧师，伊就老阮教讲，你每一遍奉献拢爱用上界恭敬的态度奉献。伊讲咱若有准备钱银要奉献给上帝，咱礼拜前还是讲甚至前一天，咱就准备好势，毋是到时要奉献时，该伫遐银钱讲准备好势，这是要奉献给上帝。咱奉献的时阵态度毋是清清彩彩，你若要奉献你的才能来教会内底服侍，你嘛爱做准备，毋是讲我应付一下，反正人袂感觉，这拢毋对的态度。咱是毋是咧应付？咱是诚心诚意，安尼自然而然，上帝就感染。上帝要求咱爱做到完全，但是伊要求咱爱尽心，这是上帝对咱的奉献的态度。第二项，咱来理解就是讲，咱看见着该阮咧献祭的时阵，伊的态度中间咱会当反省。奉献绝对毋是对上帝，还是讲教会一寡施舍，反倒当是对上帝稳定的回应。咱的奉献毋是讲咱教会即摆有欠，所以咱爱奉献，毋是安尼。咱奉献有一个上较基本的态度，就是讲，咱所有是拢对上帝遐来，咱的奉献是将对上帝遐得到的，摕一部分奉献出来，来互上帝欢喜，来满足上帝的心意。如果你讲若教会有欠，我较奉献，安尼咱是将上帝当作乞食。上帝毋是啊，上帝无需要咱施舍。咱来看历代记录的上悬的29章第10节到14节，这是咧描述啥货？描述大卫王想要起圣殿来献给上帝，但是上帝讲，你袂当起圣殿交互你的囝起，但是你会当为着圣殿的材料来做准备。所以伊知影安尼，伊就尽力规力要求百姓为上帝的殿来奉献。结果大家拢甘心乐意献上，目真侪这需要的材料了，大卫就讹了上帝。大卫安尼讹了，伊讲：上帝啊，万物拢是对你来，阮将对你所得到的来献给你。所以毋通袂记住，若毋是上帝允准，咱无能力来奉献。咱所有拢是来自上帝予咱的，咱只是摕一部分摕出来做上帝的事工，毋是施舍予教会，毋是施舍予上帝。这咱要有正确的明白。第三项，咱来知，伫该阮献祭了后，伊无得到上帝的感染甲欢喜，伊就生气。真明显就是伊献祭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甲福气。其实咱来明白，奉献是对咱心中对上帝的一个感恩，毋是一种交易啦。
有一寡人认为讲，哦，我若奉献较济，我的祝福就哪济，吼。这种观念是毋对的，吼。咱毋通拿做上帝的祝福，是会当用咱的奉献来换取的，吼。毋是我尽力做真侪工，我奉献真侪金钱，上帝较祝福我。这是毋对的观念。上帝的祝福是白白要互咱的，毋是因为你做啥物货，伊才愿意互咱。上帝毋是咱会当用奉献来报路，毋是咱的福气，咱得到福气，嘛毋是一种交易。咱之所以会当奉献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如果咱若遵着换祝福的态度来奉献，上帝一定无甘纳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。咱是甘愿奉献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回应，毋通想要透过咱的服侍、咱的奉献来换取祝福。所以奉献绝对毋是一种交易，是感恩。第四项，咱来学习的就是讲，其实伫该恩甲阿伯的献祭中间，咱就看出一点，上帝无欢喜该恩的祭物，上界重要是安怎？因为伊的行为无好嘛，所以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，你若行了好，减无受甘纳，表明讲上帝无欢喜伊的献祭，是因为伊的行为无好。其实咱嘛家己有即款的体验啦，吼。咱知影别人送礼物互咱，吼，咱通常是因为介意即个人，所以咱较介意的礼物。我会记真吼，我咧读大学的时阵吼。有一天，阮一个老师吼，甲阮分享讲，伊伫美国发生的一件代志。伊讲伊去美国读册吼，拄着一个女同学吼，伊足欣赏伊，讲这女同学外表生得真水吼，佫真贤惠，佫真认真吼，品格嘛真好，所以伊足介意伊吼。但是阮这老师吼，伊讲伊较避暑啦吼，较内向，所以毋知影要去来表达，免去来追求吼。所以无啥物方法吼，伊就为即件代志真烦恼吼。有一届伊就去找一个学长，迄学长已经成家立业啊吼，婚姻真美满幸福。所以伊就问讲吼，学长，我若讲介意倒一个查某囡仔吼，我是要安怎去来追求吼？伊就讲你有介意着啥物人？伊来讲某物人。讲这真简单吼，我来教一个撇步吼，即招应该有效吼。伊讲吼。即马咱住即所在渐渐天气吼会变寒吼，可能无偌久了就会落雪吼，出入就真无方便吼，所以吼，你着天气变寒的时阵吼，你着找一工吼，知影讲即个女同学吼要去学校上课吼，若早起时吼，第一堂课的时阵吼，你着进前你着驶你的车吼，去停点伫即女同学的宿舍头前吼，然后。炸一个花吼，第一遍爱炸一束花啦吼，伫遐等伊吼，送伊去学校，伊就真感动吼。结果阮这老师讲，哇，这招袂歹吼，来使用一下吼。结果伊刚早起时吼，哇，就提早出门吼，要去接这个女同学。结果伊去到遐吼，头前已经摆5台啊，大家拢摕一束花，所以伊就行在吼，伫遐听候，结果吼。竟然吼，这女同学吼，看到遐尼侪人要接伊吼，竟然讲慢慢行来伊的车边啊，上伊的车坐咧吼。到尾吼，阮这老师就讲吼，你敢知影吼？我后来问，到尾这个女同学变做我的师母啦吼。讲你敢知影尾啊？为什么伊会选我吼？因为伊讲吼，我人看做较可爱吼，人品较好吼，佫较缘投淡薄吼，所以伊就选我吼。所以吼，咱对遮看到讲吼，咱要送人礼物吼，其实人是介意咱这个人较接受这个礼物啦。上帝嘛是同款吼，上帝嘛是同款。咱若表现了无好，亲像该阮同款，行为上无好，咱佫送偌好的礼物，上帝嘛无欢喜甘纳吼。咱来看。这段经文中间吼，对5节到15节吼，会当看见该阮所行确实无好，伊至少犯了以下几种咱常常会犯的错误。第一项，怨妒。咱看见着，为什么伊会将阿伯杀死？
是万道阿伯。上阿伯所献的礼物被上帝感纳，伊所献的，煞上帝无感纳，所以心中迄款的万道产生啥物？生气，生气，生气，毋敢若生气尔，伊心嘛真硬。咱看见着，伫伊生气了上帝互伊机会上帝来考验讲啊，你为虾米生气？你要去反省，上帝互伊反省，再做互伊悔改的机会，但是伊无去反省，反倒对阿伯生气，到落尾产生凶恶，将伊的小弟，将伊上界亲密的小弟来杀死。杀死了，上帝问伊的时阵，伊佫讲白惨。上帝问讲：你的兄弟阿伯伫倒？伊讲我毋知。你敢有派我去告我的兄弟？所以，伊一连串的犯罪，一连串的错误，其实是伊上帝无感纳伊礼物的上界重要的原因。反倒当咱看起着阿伯是用伊的信心献上伊的祭物。圣经咱若看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安尼讲阿伯因为信献祭予上帝，比该阮所献的更较水。所以，就得到称义的见证，这是上帝指着伊的礼物所做的见证。伊虽然死，却因为这个信，还佫咧讲话。人若对上帝有信心，表现出下来行为，就是良善而且诚实的心灵。这款的情形下面，人所献的祭物才有意义。其实，咱毋是单单这段经文安尼讲，咱看见着。对旧约开始，旧约真侪先知，对以赛亚、对阿摩斯、对米迦，拢咧咱讲一件代志。如果咱生活中间无敬虔、无要行公义、仁爱的事，咱所献的祭物，上帝无爱滴。咱来举一个例，伫以赛亚书第1章11节到17节，这真长的一段经文。伊安尼讲，伊讲减讲恁掠做我欢喜恁所献的真侪祭物。咱人去看这段，讲上帝无稀罕你所献的烧化祭、肥的精生。我讨厌恁所献的牛羊甲山羊的火。恁敬拜我的时，啥物人叫恁带这个精生来互我？啥物人叫恁将这个精生带来糟蹋我的圣殿？你来学习公道，伸张正义，帮助受压迫，保障孤儿，为寡妇辩护。上帝以爱咱伫生活中间去行公义、好人民，甲上帝同行。这款是上帝所欢喜的，超过咱对上帝献的祭物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天拢用咱的性命来奉献。咱的每一时每一刻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拢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物献给上帝。这比你带偌济钱来到教会奉献更较重要。上帝看重生命，超过咱对伊的奉献。最后，咱来看这个故事的结局。结局就是犯罪人爱遭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上帝对该阮的刑罚比亚当更较济。上帝对亚当安尼讲：土地要因为你违背命令来受咒诅，你爱规世人辛劳trava磨，才会当生产教业的粮食。但是伊对该阮安尼讲：检查你做事，土地也无生产，你要成做流浪者，伫地面上四界流浪。所以咱看见着该阮的刑罚比亚当较加倍，而且该阮受的痛苦有3项。第一项就是伊的工作无效果，第二项伊的生命无安息，最后一项就是伊上界大一个处罚，就是伊离开上帝的面，四界去流浪。这是上帝对伊的审判。但是伫上帝的审判中间，咱犹原看见着上帝的恩慈、上帝的怜悯。上帝甲该阮立一个记号。互所有拄着该阮的人，袂当伤害伊的性命。这故事的结局嘛，显明上帝对待一个真硬心凶恶的罪人，伊是
有丰盛的阻碍伫中间。咱看见着上帝互该阮即个记号，当然即记号是啥物，咱无法度知影，但总是当时代的人看到伊袂杀伊的记号，这就是上帝阻碍的记号，甲上帝约定。故事的最后讲，该阮离开上帝面前，来到爱甸乐园的东边，名叫流动的所在徛起。故事到这改成应该爱结束啊，但是上帝的阻碍将这个故事延续落去。其实伫亚当甲夏娃的故事的时阵，牧师都讲过，亚当甲夏娃、该阮甲阿伯的故事，其实是这个故事的上卷上集。下集伫倒？下集伫路加福音书15章中间，耶稣所讲的故事。咱的人生好亲像该阮同款，世界去流浪，亲像一个浪子同款，世界奔波，离开上帝，受罪捆绑。但是当人受到罪的捆绑，在流浪的过程中间，有一个阻碍的天父，伫厝的门口口，来听候每一个悔改、当爱处理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所敬拜的上帝，就是这个阻碍的上帝。无论你遭受什么款的苦痛，有罪来羁绊你，但总是阻碍的天父，伫厝的门口口来听候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圣经上帝的话，搁一遍甲阮提醒奉献的态度，也互阮真实明白，天父上帝的疼是遐尼丰盛，遐尼长阔关心。当阮受罪捆绑、世界流浪的时，有一个阻碍的天父，伫厝的门口口来听候阮。伊展开伊的手，迎接每一个流浪悔改转来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回应上帝即款的疼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续接咱要来听圣餐礼即条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217首。受悲迄年，救主耶稣提饼祝谢，背互使徒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，伊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齐的共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咱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既若着无担当担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安尼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来祝谢，八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伊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主啊，阮谦卑恳求你，找肯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帮助阮的性命不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用阮的人生来荣耀你的圣名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当咱摕到这个饼时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的牺牲，咱得到拯救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你每一遍摕到这个杯，就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流出宝血，咱的罪得到洗清去。
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请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甲稳定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。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。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他了后，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接着，咱要用奉献来结束咱的礼拜。伫未奉献的，首先我代表双年教会来欢迎头一摆甲阮三甲做做礼拜的兄姐。若是伫外口新朋友招待所在无填迄个留名卡，伫你座位的头前有留名卡，请你听天咧，那么摕互阮收奉献的执事，互阮有机会来欢迎你。即粒请咱来。起立，咱三甲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亲像今仔日男声合唱团所唱的诗，主赏赐我一切奉献伫你面前，主的大慈爱对我显明，救助一切恩惠，满有喜乐美妙。愿当来到你面前，献上逐款的礼物，
无论是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圣徒身份的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，因为你来帮助别人的代志，也是带导、探访、关心，也是阮看做贵重的时间、才能、金钱、心神快乐，愿恭敬献上，回应你丰盛的听，甲稳定赏赐，恳求你甘纳，诚做圣工的路用，甲众人的祝福，归荣光伫你的圣名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条我来报告教会事工本周的特别事工。今仔日是本会所定的父亲节的主日。礼拜中，教会特别赠送每一位老爸一份礼物，并特别安排儿童主要学各小组的小朋友伫第三场礼拜中献诗。愿上帝纪念老爸对家庭的关心甲付出，并祝福父亲逐个人心身灵拢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、主恩满满。今日是礼拜中第三场的礼拜，咱真荣幸会通邀请到管风琴甲陈玉香师母前来本会参与司琴的事奉。咱伫遮感谢伊。杨新照牧师伫即个礼拜六甲礼拜日8月7甲11，要带领西罗亚诗班前往破主教会120周年的庆祝音乐会中演出，也伫后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中的献诗。教会小会问道理是即个礼拜5，请准备要洗礼兄弟照时间来参加。咱教会中保代祷的事工继续进行中。请咱兄弟若有需要，填写即个代祷的事工，咱有伫座位前拢有即个代祷卡，请咱填写了，会通互迄个即个放伫迄个外口的迄个信箱内底吼。另外以外的事工，请咱家己来过目吼。请即点，咱要请即个儿童的主日学来献诗。儿童主日学献诗，因要唱的2条歌，一个是热天的歌声，第2条是阮用唱歌来感谢。
真感谢这个小朋友来唱歌，互咱这个爸爸来听吼。这条咱要赠送礼物吼，咱教会每一位做老辈人吼。是对边吼是。咱请吼，甲即个妈妈相共吼，已经结过婚的查甫人拢会咱徛起来吼。咱拢徛起来咱有请迄个，叫有请女士啦吼，咱赠送爸爸一个礼物吼。有结过婚的吼。时间的关系，牧师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哈。第一位是王光志牧师，伊对洛杉矶回来。王牧师伫倒位？遮哈，欢迎欢迎。第二位是台语班的学生陈品业，陈品业伫倒位？好。来，第三位是陈宣林，陈宣林，伫后壁位遐哈，欢迎欢迎。咱今仔日特别感谢灵义教会的牧师娘哈，陈师母哈，来带咱看照哈。这条，请咱来吟上言509首，咱来做散会前的学乐。咱这条，请咱起立来吟上言509。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庙道谢恩恭受差遣。